生日啊，即刻就紀念耶穌受難日；小組即刻就紀念耶穌復活日；紀念拜六即刻就很本講到耶穌受苦，為了即個人類。在歌羅西2:13節咁樣講到，即個死在屬靈嘅方面，因為到罪惡嗱，甲即個猛得到自由，猛得到脫脫。本日罪惡控制到嘅方面，但係上帝做了本一個生嘅基督強下，佢原諒一個一切嘅罪惡嘅方面。嗱，在耶穌基督裏面，每人相信佢係一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一個一切嘅罪惡本佢解決hết，在十字架嘅，在讓人一個有謙卑嘅心嚟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。即刻得到呢個恩典，因為到呢段經節喺歌羅西2:14節咁樣講到，如今即刻受欠到呢犯法在上帝嘅方面，即刻犯法在上帝嘅法律，即刻屬於了受欠到，即刻一切嘅受欠，即刻失敗，唔係嘅意思呢，即刻當下要解決。呢個受欠上帝嘅法律，即刻犯到上帝嘅法律，即刻等陣去解決，即刻等陣去揭，即刻等陣去做，一天失敗，因為到即個人類嘅落罪惡嘅方面，單講在耶穌基督裡面，佢冇罪，出世冇罪，死在十字架，佢仍能夠出場即個嘅罪，佢仍能夠滿即個咧受欠罪惡嘅方面。嗱，佢已經即個解決了，攏總即個受欠嘅對講我罪惡嘅方面，本佢當在十字架嘅咯，每人相信佢即個一切受欠對於罪嘅方面，本耶穌基督是在十字架嘅當係了，佢本即個明明即個係定當，明明即個係定處罰，佢代表即個，請讓人即個需要耶穌基督係個救主嗱。歌羅西1:13-14節讓人講到，佢甲一個脫脫從呢本暗控制到嘅跳過呢個基督嘅結架嘅戲，意思嚟講，佢帶一個從暗，帶一個係光里撒嘅脫脫，在基督嘅內中，一個得到贖從罪惡嘅方面。原諒罪嘅方面，所以基督嘅內中，意思個相信佢，即刻得到原諒罪嘅方面，請讓人即刻需要一個救主，冇罪嘅佢下嚟變人嚟講，佢死喺十字架，佢冇罪，仍能夠擔一個人類，仍能夠解決一個人類有罪嘅，透過佢嚟解決，即刻唔會失敗，一切本佢。當係咗在十字架嘅啲，佢死本即刻，佢犧牲嘅生命嘅即刻打開心，打開口，相信個信任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即刻得到呢永遠嘅生命，即刻得到脫離從一罪惡嘅方面，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